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昨昏是个排审选罢法的修正草案。国民党透早就去占主席台，民进党无法度入去。因若伫个内底，国民党调委齐心营是赶紧甲条文念念的宣布初审通过，交付协商。这是引起立院的不满，认为这会议无效。找立法院长韩国瑜主持公道。不过韩国瑜煞是讲，阁爱了解。中海立委一直消杀，连媒体嘛袂叮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昨日排审选罢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国民党透早出动，那用保鲜膜甲内政委员会门口封条的。另外一边，各用人墙阻挡，敢呼艺术人员进入。本日会议议程均已处理完竣。现在散会。齐心营用1分钟宣布6案通过初审，各伫3分钟宣布散会。其中包括立委洪晓玲提案，甲本来投票日前10天袂使发布报道民调期限，缩短到投票日3天前。也甲立委杨耀提案，若是选举结果票数同款的时阵，爱先验票，再用抽签决定当选者。另外，立委柯武真等人提案，要求罢免票数爱比当选票数较悬，互人质疑争议性伤大。虽然修正案拢过，不过拢爱交付协商。内政部长老世芳讲，无应该随便修法。强制要修法，只会增加这个朝野政党之间的不信任与争议性，那可能对社会上的民意呢也不好交代。因为民进党团组成会议无效，30外个立委做伙冲去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办公室抗议，拒绝参加原定下晡的党团协商，要求韩国瑜爱先解决争议。我们立法院这次开议，从今年2月1号到现在，不是第一次，已经多次在委员会发生不同形态的冲突。但连会议室都进不去，这是第一次。针对今天这个事情，我想我要进行调查完毕之后，再跟大家做报告。听清楚，没有任何人可以。那为什么要变更？原来的议程发展观光条例不重要吗？胁迫我，都重要，好不好？你若袂晓金门黄金平啦，你这条代志不干呢，不干你大家拢在看。你总无意思的，我来讲哦。民进党团大声质疑韩国瑜，也不满临时变更协商议程。不过韩国瑜也是佫讲，爱全部了解了后再向立委说明。但是什么时阵佫调开调也协商，也犹太3个党团协商了后再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上海市的副市长花园昨昏带团来到台湾，要参加今仔日伫咧金华酒店举行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上海代表团一个飞行机就拄到独派团体抗议，呼吁都要停班。了花园去参访港珠破坏园区。因若今仔日台北市府主办的暗顿的欢迎会，会伫咧圆山饭店来举行。双城论坛今仔日要举行，上海副市长花园一群人昨来到台湾，不过连续拄到独派团体抗议，行动人士也不满伫电控区头前大声骂：为什么要捣蛋？为什么要捣蛋？花园讲完了，就开始伫台湾的第一日行程，参访港珠破坏园区。昨暗台北市政府也伫咧圆山饭店开28道谢谢款待上海团。双城你我负重前行。避免政治敏感议题，周万汉伫咧电视时阵重点放伫咧音乐文化这款软性的领域，包括最近讨论度正悬的周杰伦演唱会，还有琼瑶的作品《还珠格格》。琼瑶女士在自传中也提到，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与苦难，这些都提醒我们交流与和平的重要。上海副市长花园致辞时阵讲，双城论坛自2010年开始连续办14届，会让照期举行，也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好代志。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多年来啊，在双城论坛的引领下，两市的交往日益密切。我个认为双方的致辞拢正低调、正控制，甚至受到陆委会提醒。台北市政府发言人文伟安尼讲，它的定位就是城市与城市，好，所以我们只要定位的清楚，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克制的问题。陆委会强调，政府也从来无对各界人士查水表。上海市代办主任金梅无法度来台湾，是因为上海代办古早甲陆委会或者是海基会沟通。因若今仔日进行的双城论坛，上海甲台北双方将会签2项关乎智慧医疗甲动物园保育交流相关的合作备忘录。记者综合报道。
最新的消息来看，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今仔日会伫咧金华酒店举行。根据了解，可能会有团体去现场抗议，为了维护秩序甲安全，台北市警方会派90个警察去到现场。也那台湾基进党主席王兴焕，昨昏暗时去中国代表团因休困的金华酒店发口号，表达伊无欢迎引来台湾。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我们要知道，对中国而言，凡是涉及台湾的事物，一律是统战。所以，双城论坛就是统战论坛。我认为，台湾一定要对于台北、上海的这个双城统战论坛，要有拒绝跟不欢迎的声音。各位乡亲，再来咱做回来关心天气。 今仔日日时冷气团有较减弱，到暗时会有另外一波冷气团落南，天气会阁反寒。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透早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各地气温有较低。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咧苗栗三湾，干那7.1度。日时气温会回升。也那北部、东北部高温有甲18度至21度，其他的所在差不多是22度至26度。 到暗时另外一波冷气团落南，北部会豆豆降温，降到差不多14度左右。另外嘛，因为水汽较少的关系，台湾各地偏湖、金门、甲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敢若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也阁有大台北山区，有的所在会落地渐雨。 今仔日暗时一直到拜四的透早，有一波冷空气会影响咱台湾，而且早暗的温差真大，会差到10度以上。也若拜六的时阵，阁有另外一波冷空气会影响到后礼拜一。气象署提醒民众，年底进前会是较凉冷的天气，提醒大家都要会记得穿雨袖。 气象署提醒，拜日甲拜六分别会有2波的冷气团影响台湾，到时北部、东半部的温度会搁较降低，中南部早暗温差会真大，温差会超过10度以上。可以看到，明天17号，整个白天的高温可能还可以回升到23甚至24，有些地方25度以上。明天的清晨，在中部地区以及竹苗地区，可能还是会出现11度，甚至有部分接近10度左右的低温。 另外，气象署表示，拜四迄天，台湾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落雪。咱若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二到拜五，台北山区、东北部地区云较济，会有短时间的阵雨。拜六礼拜落雨的范围变大，包括台北、桃园甲东半部拢有机会会落雨。 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这段期间，下雨的区域一样是以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及宜花地区为主。周末期间降雨的范围稍微广一点点，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国空气污染嘛对咧渗来台湾。环境部提醒民众出外一定要挂喙安，而且要避免户外运动，才袂影响到健康。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今年种沙季房市是不了旺，买卖甲转移的数量要到35万栋，是最近11年来的新高。不过因为房市的积水少，也有信用管制影响，即马房市有较降温，按算明年的顶半年会明显无遐尔抢市啊。过来看《联合报》，因应2050净零排碳的这个目标。 政府鼓励民众换电动车，而且电动车也未达到一定比例进前未扣燃料税。交通部表示，按算上紧伫咧2030年会开始扣燃料税。这条件是电动小客车的数量达到50万台，电动机车的数量达到240万只。再来看《中国时报》，受到电价起的影响，桃园捷运公司累计亏损有达32亿700万。 桃园捷运公司按算明年1月初2开始会取消车票优惠10块的这个措施，会恢复原地计销。因若调整了后，影响上大的是往回机场园区的旅客。在宜兰东山的科安那路，最近有画一条白线，而且都画伫咧路中央，或者车路变甲真下。民众看了都感觉真奇怪，嘛烦恼讲会去用开红单。 官方讲，这条白线是卡达车道的线，目前还未画好势，不过会针对民众的反应来做检讨。
赛车到东山乡可拿路所发现一条白线，方围伫路中央，真奇怪。主要车道的看度也比边仔路径的看度会互未少民众想无。那个明显就是画错了嘛，给 AI 开的路是不是？对啊，就是骑车是没差，但是开车是真的很难走。这边应该要进来一点。真侪车经过时阵，车辆较会去绕过白线，真歹完全驶伫车道内。有民众烦恼会安尼防检机开发，这款的标线应该检讨。实际提皮球娘发现车道宽度只大约153公分，边仔路径有170公分宽。县政府表示，可拿路最近正在进行标线重回工程，当地设计本来就有汽机车道加自行车道，迄条白线是自行车车道线，目前只画一半，才会出现白线看起来画伫路中央的情况。这个地方是一般的车道跟自行车道并存哈，那我们也会来检视周边的自行车道的系统哈。那邀集地方上面跟观光主管机关一起来讨论。虽然可拿路目前无民众因为换过车道防检机开发，也毋过针对车道防不惯上的问题，县政府表示这2日会到现场会勘，征询在地意见，看敢是调整可拿路的自行车道系统。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一级保育类的动物，叫做大村海翁。这种海翁是真罕见。不过海巡署接到有人检举，讲有人伫咧网路顶咧卖海翁的下骸骨头，而且要卖66万。落尾手伫咧高雄新达港的货柜找到这海翁的骨头，而且嘛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甲这船长也有卖海翁骨头的人，甲因移送法办。货柜拍开，风光出来是真少看，一级保育类物种大村海翁的下骸骨，却是被当作商品来卖。我唔知啊，伊啥物件，因为我拖网拖起来就是。并且顶面有相片，开价66万。海巡侦查分署这单位接报，伫网络有人违法卖海翁骨，顺线所入到高雄兴达港一个货柜，载了一副长大约274公分的大村海翁下骸骨，以野保法加好起来这姓陈的船长甲卖这4块10人送法办。侦办中发现是由台中清水地区的一个许姓男子受澎湖陈姓男子所托。在贩售，经申请搜索票后，在高雄新达渔港的货柜屋查获到金鱼骨、下颚骨2只。2003年才被号名的大村海翁，那大只的体长大约是10到12公尺，主要分布伫西太平洋、加东印度洋，体型是闪长，头壳真大。海翁手这个帮片是真特别的米黄色加乌色。1990年伫屏东恒春报扩大记录，海保署提醒卖也是卖保育类活体，也是产制品，以野保法延出6个月到5年有期徒刑，并扣30到750万块罚金。活体或者是它的产制品，个人都不能持有。所以呢，民众假如说发现到网络上有贩售，欢迎大家跟相关的机关来检举。村长甲这个卖4块10人，拢互判起诉1年，不过需要来缴2万到3万的罚金。海保署提醒，像这款真大骨头，往往拢是海翁类，因为海翁、海底伫台湾拢属于保育类，无主管机关同意袂使持有。若好着，应该先等于大海，也是通报海保署，以免违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只印尼的石油船，今年有2届停伫咧咱的台北港。不过，煞去互查出有气体漏泄的情形，而且这气体是第二类有毒的化学物质，有致癌的风险。检方昨昏甲船长等人原起诉处分，而且因爱纳互国库1300万。防护衫穿甲正潮，做了几路顶的保护，增加去伫船顶检查，会遮尔顺利，是因为这台外籍船涉嫌放有毒的物质。经过看机关联手调查。伫即马专案侦查结束，印尼这名船长甲大副涉嫌犯过失放毒物污染空气罪嫌，检方昨日依反起诉处分，条件是2个人总共要向国库支付1300万。原审酌该船已依要求完成缺失改善，以减少公污，即经航港主管机关完成复查，附经参酌刑法第57条所列事项及公共利益之维护，任以还起诉为适当。这台液化石油船载是律师，属于加备气体。警方调查2个人的不当操作，无注意涉及设备故障的情形，今年至少就发生过2遍。
伫台北港落下时阵，律师无完全入去组内面，有一寡老到空气内面，造成环境被污染。年初普查的时候就发现说，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一路就追踪到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做污染的采样。那采样的过程中就发现说，这个外籍船只它自己本身可能会有这个VCM 的泄漏的情形。氯烯它确实在欧盟的分类，它是属于一个确定致癌物，所以它被我们做一个管制。在台湾其实就是在塑胶产业上还蛮常使用的，确实它到空气里面来，对于身体的危害会有这个疑虑。律师走去外口，那是产生空气污染，这种化学物质也佫互官方列做第2类的毒性化学物质，也是致癌物质的第1级。若是民众长期吸到，对人体也可能出现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看，伫咧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有一间私立基督教学校爆发枪击案，目前已经造成3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这个枪手是学校内底学生，而且伊嘛伫咧死亡的名单内底。目前警方是已经联络这个枪手因兜的人，要来理清伊犯案的动机。伫咧麦迪逊市私立丰富生命基督教学校传出枪声了后，案发现场就看到救护车出入。这件枪击案造成重大的死伤。10:57 a.m. Our officers were responding to a call of an active shooter at the Abundant Life Christian School here in Madison. When officers arrived, they found multiple victims suffering from gunshot wounds. Officers located a juvenile who they believe was responsible for this deceased in the building. Police department did not fire their weapons. We believe the shooter was a student at the school. 这间学校自幼儿园到中校差不多390位学生，搁在2礼拜就是圣诞假期，听到发生意外，家长拢真担心，赶紧赶来学校确定家己的囡仔无代志。I know that my daughter is safe from what I've heard. 警方伫咧现场找到一支手枪，已经联络涉案的枪手伊的家人进行调查。枪手的家人也甲警方伫咧合作。伫美国枪击事件常常发生，学校也常常发生枪击案。根据统计，今年到目前，全美国已经有38件校园枪击事件。这件案件发生进前，已经总共有69位受害人，其中16个人死亡。不过，这只是美国每年政治暴力事件死亡总数的一小部分而已。2023年，美国的政治暴力死亡人数是46000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在美国东华，最近这1个月以来，有民众看到天顶有真侪无人机，甚至嘛要造成机场临时关起来。国会议员甲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呼吁拜登政府应该出面来解说，嘛质疑讲美国空气的安全敢是有空棚。针对美国东华最近1个月出现几多遍有人看到大型无人机的事件，造成真侪民众的惊吓，引起国安的疑虑。纽泽西州的共和党议员就公开呼吁，要把这款无人机拍落来。Bring them down over the ocean, over an area where there's no population. Bring them down and find out who's doing it. 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也在伊的社群媒体强调，美国政府所掌握的肯定是比大众公开还更加多，除非是讲出真相，那么就应该把这款无人机拍落来。川普内定的国安顾问瓦尔兹也批评拜登政府淡化无人机事件。互人看出美国空气安全出现大漏坑。美国东华的无人机事件，上早是伫今年11月就出现，一开始只是伫咧纽泽西州，尾仔就伫纽约州、康乃狄克、马里兰加宾州这寡地区，拢有上百遍的目击事件。有一寡所在差不多逐工拢有人看到。有一寡一个瓦群敏感的军事设施，一个川普伫咧纽泽西州的高尼湖球场，更加造成纽约史都华国际机场直接关闭。这款无人机直径差不多是1公尺8，有一寡是个长度是到2公尺4，有一寡甚至是无声音，而且无亲像传统的无人机会散发热能，差不多拢无法度追踪，有的甚至会甲电梯关起来，闪避无线电波的侦测。You can see they're very large. They're not the size of a commercial airliner, but they're the size of a vehicle. Because if they get lower, they would get substantially bigger. And I can see that. I could tell. It's not a hobbyist. 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国防部一个国土安全部都已经开始进行调查。
白宫进前强调，有真侪目击事件拢是一般的飞机。FBI 官员私底下也讲，有即款是民众反应过度，但是由议员强调，即款无人机有可能是来自俄国、中国、伊朗，甚至是北韩。但是美国国防部已经澄清讲，即款拢毋是军事用途的无人机。公司新闻金源庆编辑。过来看德国国会10日召开特别会议，表决总理小组的信任投票。结果信任投票互否决，所来小组会请求总统解散国会，按算明年2月23提早举行国会大选。根据最新的民调，上大在野党基民党的党魁梅尼兹就有可能会成做新的总理。Für die Zustimmung zur Vertrauensfrage des Bundeskanzlers sind mindestens 367 Stimmen erforderlich. Der Antrag des Bundeskanzlers hat die erforderliche Mehrheit von mindestens 367 Ja-Stimmen nicht erreicht. 德国国会10日的特别会议针对德国总理肖兹的信任案进行表决，结果这个社民党的207位议员投信任票，有394人投反对票，另外116个人弃权，信任投票被否决。投票进程，肖兹就一直希望国会否决这项信任投票，伊讲真正的信任投票是选民对国会未来的改选。Die Wahrheit über dieses Schauspiel ist inzwischen ans Licht gekommen. So etwas schadet nicht nur dem Ansehen einer Regierung, sondern dem Ansehen der Demokratie insgesamt. Das ist der Schaden, den dieses Schauspiel angerichtet hat. Diesen Schaden bedauere ich zutiefst. 所来，肖兹将会向总统史坦迈尔提出解散国会。史坦迈尔讲会动议依法伫收到要求了21天来宣布，并且伫60天来选举。按算投票日期是明年2月23。肖兹伫咧2021年做3党联合政府，包括伊领导的社民党、加经济部长哈贝克带头的绿党，也有前财政部长林德纳代表的自民党。不过，三个党的政策意见一直拢无同，尤其是安怎救经济。肖兹的社民党加绿党是希望会当增加税收加股税，自民党是认为应该遵守宪法规定的税务档案，避免过度股税。所以肖兹伫咧11月初6加自民党的财政部长林德纳死掉，造成联合政府倒台。上大在野党基民党党魁梅尔茨批评肖兹的经济政策失败，无配赢到信任，对自民党主席前财政部长林德纳讲话真无礼貌。Sie hinterlassen das Land in einer der größten Wirtschaftskrisen der Nachkriegsgeschichte. Es hat das Ganze zweimal gegeben, dass Deutschland 2 Jahre hintereinander in der Rezession war. Das eine war Gerhard Schröder. Der hat dann wenigstens noch eine Agenda 2010 gemacht. Der zweite heißt Olaf Scholz. Und Sie stehen hier und erklären alles weiter so, Schulden machen auf Kosten der jungen Generation. 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上新的民调显示，基民党目前支持率是32%排第一，党魁梅尔茨将有可能成为新总理。极右派反移民的另类选择党支持率19%，现任总理肖兹的社民党是17%排第3。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韩国国会通过单协总统尹锡悦，执政党的党魁韩东勋因为表态爱通过单协案，10日的时阵宣布请辞。不过，伊嘛强调讲，伊无后悔支持单协。也若同一天，宪法法庭正式启动单协案审理的程序。联合调查小组嘛要求尹锡悦18都要到案说明。今日会议时，向记者讲，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魁韩东勋宣布请辞党魁职务。 국민의힘 당대표직을 내려놓습니다. 최고위원들의 사퇴로 최고위가 붕괴되어 더 이상 당대표로서의 정상적인 임무 수행이 불가능해졌습니다. 韩国国会则是用204张赞成票通过单协总统尹锡悦。韩东勋因为表态必须通过单协案，和执政党议员至少12人投赞成票，嫌国党内经济议员无赞成伊表态，造成党内严重分裂，会无法度进行党务请辞。严国因强调无后悔支持单协。 저는 대통령에 대한 직무정지가 시급히 필요한 상황이었다고 판단했습니다. 그 과정에서 나라와 국민만 생각했다라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 후회하지 않습니다.
因学弹劾案通过后，韩国宪法法院在16启动审理程序，召开头一届法官会议，必须爱伫180天以内，明年6月中之前作出决定，是毋是维持弹劾。若是决定维持弹劾，因学会受到罢免。韩国必须爱伫落来60天以内补选总统。另外，伫因学会涉嫌内乱罪加滥用职权罪方面，因学会15已经拒绝接受检方的传唤，检方预估16会个发出传票。警方甲反贪腐机构甲国防部的调查单位嘛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要求因学会伫18早起10点到安睡眠，暂时韩国国务由总理韩德洙代理总统，伊伫19甲美国总统拜登电话会谈，承诺韩国会稳定执行外交甲安全政策，甲稳定金融市场。上台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表示未弹劾韩德洙，却提出由朝野政党共同组成国政协商机制，和国会党甲政府共同参与恢复国政的运作。部分韩国媒体报道，这是李在明佮一摆走向总统大位的头一步。韩德洙当期伫执政方面无分党派，延越执政党的党鞭，宽宪党用共同民主党伫弹劾案通过了后，关键焦点由推翻政府专做主导国政的运作是无妥当的做理由，拒绝李在明的提案。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盟今仔日通过第15轮对罗西亚的制裁，头一届针对4间供应罗西亚无人机、微电脑零件的中国企业进行全面性的制裁，而且针对北韩派军队帮助罗西亚拍乌克兰的行为，制裁北韩的国防部长，还有北韩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金英福2个高阶官员。来关心，墨西哥11月份才发生南部格瑞罗州有一个市长就职无甲1礼拜，就去互暗杀。当局讲，今仔日伫咧墨西哥的中部一个州，又阁有一个市长，也阁有其他3个人拢去互枪杀。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后个月就要重新登去白宫。今仔日伫咧记者会讲，日本软体银行集团未来这4年会伫美国投资1000亿的美金，创造至少10万的工作机会。也那软银的创办人孙正义嘛出席这场记者会。镜头转来咱国内，红合作是代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的这战车。头一批38台已经载来台湾，送去新店湖口的陆军基地，未来会部署伫咧北部。也那明年还阁有42台，后年有28台会交货。另外 CNN 嘛讲，川普对台湾友善的态度已经有转变。自拖帮车顶头驶来，就是互人讲是代表上强战车 M1A2T 战车。国军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第一批38台自台北港进化，分别载去新竹湖口的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按算分发到特军团的584装甲旅加269的机械化旅，强化北部的防卫战力。新型主力战车将依照敌情的威胁考量来进行部署，也规划纳入后续的演练科目，来验证主力战车的防卫作战效能。二零30年了，国军再一遍接装新战车 M1A2T 的 T 是代表台湾，是客制化车款，120公里口径的骨长炮，火力正强，核实的装甲防护力也正强，时速上紧67公里，机动性正紧，会当提升地面的防卫作战，也个伫咧海岸边歼灭敌人的能力。按算伫明年会个再到42台，2026年到28台。他强调说各种他这车上的那些像热水枪仪啊，这个一些测距系统啊等等啊，就让他这个可以在这个确保他在行进中能够那个第一击就完成这个命中敌人。拜登政府伫咧退位进程交付 M1A2T 台美军事合作正密切。不过 CNN 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对台湾的善意支持有转变，伫大选期间唔那是要求台湾爱支付更加侪保护费，也个讲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市场，和台美关系正歹有笑。的确是需要增加我们在国防上面的一个投资哈，但是我们应该也要透过有效的沟通让我们理念相近的伙伴也能够理解到我们这个有决心。学者认为无法度预期台湾伫咧川普第2任期内的国家安全也是国家危险，不过提高国防投资，唔那是巩固台美的关系，也是展现对抗威权主义的决心。面对川普对台湾态度的转变，学者强调，咱唔免悲观，支持台湾是美国多数的民意，不过爱注意甲川普政府伫咧交涉时阵，爱国家谨慎。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福部顶礼拜公布800案搁在调查结果，8个申诉案敢若有3个案有成立。调查立委是拢批评卫福部管管上好，要求着爱重新调查，而且公开这调查的报告。不过卫福部长邱泰源讲，这牵涉当前的文书，所以是未公开。卫福部执掌800案连环部，顶礼拜公布调查结果，甲定处8件申诉案件中，只有3案成立，也拢是非一级主管和外界积极轻磅。民众党立委陈昭祖批评，连卫福部主秘叫部下去自杀，拢无算800。这份报告被动就轻，要求退回重启调查，搁比较劳动部将调查报告就忙公告。劳动部无论是第一次的调查或第2次重启调查的记者会，他都当下立即把调查报告传上网，公开给社会大众看呐。卫福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另外，当教署长要求部下做深蹲、听到练腰，调查结果也认定800无成立，是管理不当，也互调查立委批评卫福部是官官相护。午休时间，职员如果持续开会、陪命开会，算不算管理不当？健康操时间如果还继续连在座位上赶报告，算不算管理不当？赖清德总统叫你深蹲跟他报告，你还是觉得赖清德总统管理不当？你想看看是不是赖清德总统管理不当？我们一定要尊重我们的外部委员他们的专业。对，没错。好，还有他们也是努力。目的良善嘛，跟劳动部一样目的良善嘛。他们绝对是秉公处理。为了影响各部门800案件调团，行政院800通报平台第13正式上线，也毋过爱具名申诉，也互立委即期是假开放真算效。对此，卫福部强调，无一定要求具名，也毋过爱具体指出行为人，也是有具体事情。即摆调查也是依照这个原则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昨昏也出来讲，劳动部摕就业安定基金来拍劳动节影片，也有办记者会，安尼先做监视蓝衫乌白使用率。劳动部长安心涵讲，1个月内会提出改善的办法，嘛会配合检调来侦办。劳动部的员工被800自杀的案件引起社会注意，前劳动部长柯明春一个人指控使用救援基金，一个公家钱来开演唱会，互人列做贪污罪被告。民进党立委黄国昌则来继续表示一寡难明的情形，指控基金互人用作媒体宣传费用，特定媒体因此得到宣传费的标限。自2019年的2300多万，到今年的4400多万，一年比一年增加，看的钱甲效果是无成正比。钱可以这样花哦。请教一下卓荣泰，这算不算是在浪费公帑？有没有违反你卓荣泰所做的庄严宣誓，纳税人的公帑不可以浪费？黄国昌也个指控，救援基金被滥用的情形真严重。劳动部每一年拍劳动节影片，1000万拍一支，就连劳动部的交签典礼记者会，也个拍这纪录片开48万。全国劳工看了，恐惊拢会流目屎。强调一定会严审劳动部的预算，也个就业安定基金。明天审计长要到立法院，林义君委员会利用明天下午的时间，公开要求审计长承诺。进行专案审计。我也承诺卫防委员会会在1个月的时间内，那提出强化把关救援基金适用的具体的机制，更加的监理化，包括透明化。对立委的指控，劳动部长洪清汉回应讲，伊上任了态度拢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对救援基金的使用会伫1个月内提出改善做法，也强调检调正伫咧追查救援基金的代志，劳动部会配合监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要来看刑事局最近发现有诈骗集团、甲融资公司，也有地政师做伙斗空共骗钱，而且佫摕人的不动产去抵押贷款。2年外时间有20多人受害，这金额超过3亿。目前警方是已经抓到20个嫌犯，已经移送法办。
几多名警察冲入去要抓诈骗集团的共犯。刑事局今年初发现讲，有几多名被害人拢互同一个诈骗集团骗，甚至有养猪公司含地政司涉案。5月，先伫咧台中掠到圣诞车手等10名嫌犯。6月到11月之间，搁再去敲养猪公司地政事务所，也甲养猪公司卸任负责人含线所的地政司掠起来。被害人分别遭假投资、假冒公署等手法诈骗后，再引导到特定融资公司后，设定不动产借款。扣除高额利息及手续费后，由面交车手取走剩余现金。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用假啊交朋友含加监警的手法，甲被害人的存款拢骗了后，搁再锁定被害人的不动产，养猪公司含地政司合作，甲被害人的不动产提起抵押贷款。养猪公司会当赚6%到15%的手续费，地政司也会当摕到4%到6%。这条贷款的钱，诈骗集团也会吃去。诈团会提供被害人的不动产的资讯，先行提供给我们的离境主权的融资公司。融资公司这部分会先找到金主跟配合地政士，先设定好能做多少贷款的额度，配合好之后，再由诈团成员告诉被害人去离境主权的融资公司办理贷款。警方表示，对2012年到今已经有20多位民众防诈骗，诈骗金额超过3亿，其中一位现金含不动产的抵押贷款，就被骗5300万。警方问话了后，甲相关的嫌犯依照早期设置防制法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桥头地检署查到网络平台 Fans17提供未成年性私密的影片，予有纳钱的会员看。警方去搜查查扣现金6500万，也那涉案的人士包括现役的军人、退伍的警官，也有一个网称叫做小哥哥爱你，甲这个网站的负责人。问话了后，网站公司的董事长甲员工等6个人去互声押核准。也那这个网称是20万交保，目前这个网站已经互关起来，也那检警嘛当咧扩大清查。已经互人关起来的 Fans17网站收押写网络内容违反刑法甲儿少性剥削条例，高雄桥头地检接到线报，这个网站内容有真侪未成年性私密影片，互付费会员观赏下载。对查考验对象发现现役军人、退役警官涉案，也有爆料公社负责人挂名董事长。姓陈出名网称小哥哥爱你是挂名公司干部，传过家己所翕的影片。检察官执行搜索、扣押相关证物及现金达新台币6500万元，向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蔡某等6人获准。警方认为，挂名董事长的爆料公社线传负责人，也有线传线业的董事员工6个人，有透到经多亡的顾虑，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姓陈网称涉案程度无悬，传的影片无未成年，以20万块交保，伊也伫个人社群背回无做违法的代志。爆料公社是声明是线传负责人个人的行为，甲爆料公社营运经营的方向无直接甲间接的关系。公司营运正常，只是互人关起网站私密影片慢外出，受害未成年人数还搁咧查。儿少的性影像不慎外流，应尽速处理。第一，不删除照片及对话；第二，立即求助；第三，截图收证保全证据；第四，报警。软硬兼施要求我要提供照片的时候，那是不是家长跟老师可以协助孩子去发展一些回应的机制？第二个是说，要让孩子们相信说，他有事情是可以找家长跟老师求助的。台湾电视协会指出，甲害人诱拐未成年翕影片方法真侪种，像讲假作是爱人的关系，要求翕影片见证爱情，也是假讲是经纪公司找新人，也是拍广告这个话术骗人。对囡仔难免故意闪开这个议题，爱借由双方讨论建立正确的防范观念。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咧新北市的一间国校啊，有偏颇的教练去互投诉讲，伊甲球献去学生的分数顶。而且，佫要求因爱吊伫咧石壁场的。昨昏家长甲议员指控教育局启动调查机制伤过死疏，都要赶紧甲这个教练停职。倒球教练指导小球员拍球，也过唔知什么原因，这个教练强真均用球大力拍伫球员身躯的。刚一教练指导另外一个小球员时，伊佫做出扣杀动作，只是这摆离更较近，造成小球员身体误青。
教练为什么要拿球打小孩的行为？那还有为什么会处罚小孩子去攀岩场，然后停挂在上面，而且在上面停挂的时间是30分钟起跳？新北市即间阁收一个约请倒球教练，互6个家长指控不当训练。教练除了用骂，也有李正军用球敲杀球员的身体，甚至要求球员吊伫攀岩场2点钟。另外一个家长是讲，查某囝被过度训练，造成心中绑骨脱，手术了后也需要坐轮椅休养。持续这样1个小时，让他这样跑来跑去，照样这样子，我们也很健康的。原本是少年国手的候选人，结果就变成这样子。有哪个家长能够接受说自己的小朋友被训练说原本很健康的被训练说要植入钢钉？新北市教育局讲，8月就接到投诉讲球员被过度训练造成受伤，不过调查了后并无查到具体证据。教育局今年8月首次接获陈情，有学生疑似遭教练不当训练受伤，立即邀集外聘委员调查，并调整教练没有与该生接触，经调查未有不当或过度训练，结果不成立。不过10月底，伊阁接到其他家长的投诉，球员和这个教练不当对待。11月初时，定情家长提供互不当对待学生的具体名单，学校就开始来进行调查。政府已经完成2摆访谈，后续阁再进行第3摆调查。那查证属实，会依照规定追究责任，并且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大家敢有听过鸡嘛会当加做宠物治疗师咧？最近伫咧主宰大学护理系课程，就有一只鸡会当甲学生来互动，咱做伙来看卖。好，你要坐下来，小声喂。好，悄悄，好，牙齿一。提出呼啦圈，这只叫西门的疗骨鸡，伫教室内甲同学展开各种活动，其中包括摸鸡。你有被疗愈到吗？可能有。大部分的同学拢是只食过鸡，唔爱摸过鸡，对鸡除了生分甚至会惊，也唔知影鸡会当担任宠物治疗师。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斗阵了后，所有的同学拢转换心情啊。摸下来的时候，就是心里会有比较平顺的感觉啦，劳累的心情会有会慢慢的消退。我觉得还算有用啊，对。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我就是很想要碰触它。对，因为它毛茸茸的，然后又其实很舒服。主治大学表示，会安排这款的课程，都是要让同学体验不同的多元疗法，体验动物护疗的方式和过程，到底会当带予病人甚至医疗人员什么款的感受？孩子要了解这件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疗愈的方法。那其实鸡呢，它本身其实是很温驯的。让学生体验不同的那个多元的辅助疗法啦，对，然后那因为疗愈鸡，他们可能在鸡，他们平常也比较少接触得到。主治大学强调，护理系同学未来有机会照顾的病人，包括安宁病人、失智症患者、自闭症囡仔，动物护疗会有一定的帮助。疗愈鸡平常也伫网络享用园区，甲身心障碍者互动效果一直袂歹。记者综合报道。每一年，若到冬季这卡刀，就是掠野生乌鱼的时期。伫线西有渔民出海，但要2礼拜的时间，总算趁一波冷气团落南，伫台湾的外海掠到头一批回头乌，差不多有2500尾，而且比去年加真大尾。渔民伫船顶收网仔，一尾一尾大只佮肥的乌鱼，是中华渔民今年头批掠到的回头乌。为少知影消息的民众，提早到渔港等候。捌一来有啊，嘿啊，逐年拢有来啊。今个 FB 有看到伊顶有讯息讲顶有掠了头批啊，来望看卖啊，看卖啊，今年掠了安那呢？乌鱼一到位，渔民无用落货，看到现破现台上青的乌鱼，民众随挖过去买。当年伫冬季前后，是乌鱼洄游来台湾海域生卵的时阵，因为今年较慢寒，中华渔民出海等2礼拜，才趁这波冷空气落南的时阵，掠到今年头一批的野生乌鱼。伊个妈祖的东涌但已经15天的时间才掠到，所以其实嘛已经算足晚的。阮先生是估计讲今年的乌鱼应该掠到有可能会到过年后咯，因为即马天气暖化的关系，所以无法度讲像以前安尼看冬季前后的时间来判断。
渔民表示，因为气候暖化，掠乌鱼的时间愈来愈歹按算。虽往今年较慢掠到乌鱼，但数量袂少，大概有2500只，甲去年比加真大倍。这一阵大丰收，预计会当有正100万的收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今年因为风太较济，高雄大树本地这个时期会大出来白玉苦瓜，这个收成敢若剩4成，而且产期嘛有去前着。农会讲，大概等到明年初继续才会较稳定。咱工会无话就按甲有，等红了按就代表讲咱高会有过啊。透中道农民吴瑞英伫咧忙食替苦瓜交花，因为今年几内风台影响，真侪果子甲菜色拢欠收。高雄大树种150公顷的苦瓜，嘛损失6成，干大树4成尔。农民讲，以早营养不良的苦瓜拢会烂掉去，真买瓜留落来，一斤几10块嘛有人要爱。今年减有够济啦，因为像真底板一工吼，拢头6、7、8斤啦。安尼今年无啦，今年3工一礼拜挽2遍啦，一遍拢100多斤啦。高雄大树种苦瓜，大部分拢是用网式，小煞风台造成网式设备损长，农民简单会当分批来种苦瓜。资本伫咧寒人是高雄苦瓜大出的季节，真会当供应市场的量煞无济，市场价销嘛起到一斤上无爱150块。正月量产较济，所以市面上的价销就较回稳啦，价销就较一般会降价，头平均来讲应该是伫个7、80块左右。啊，无假设前较早就咧放啊，无你也像讲8月中你交袂到啊，是毋是？啊，咱交会到交尔，交袂到嘛是去芳仔交啊。农民表示，进农村哪来哪欠工，因卖用芳仔来弥补人工交花不足，逐工到网室顺看卖检查土地啊，嘛搁较斟酌来照顾苦瓜丛，期待后一摆会当有好收成。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来看台湾漫游录这本册英语的版本，11月20日的时阵，摕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翻译文学奖。12月16日，行政院长杜英泰专工颁奖，来鼓励作者杨双子，也有翻译者金玲，感谢因为文学界付出，让世界看到咱台湾。台湾漫游录作者杨双子甲英文翻译者金玲接受行政院长杜英泰的颁奖。台湾漫游录英译版本是台湾历史上头届得到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翻译文学奖。政府12月16日特别颁发文化3等奖的奖牌，鼓励作者杨双子甲翻译者金玲。文学乍看没有实质的功能性与生产力，却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具体展现，指向我们作为同一个生活共同体的核心关怀。谢谢台湾，是台湾让我写出这样的作品。用英文做文学创作是我的志业，但是把台湾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却成了我回家的钥匙。翻译者金玲表示，台湾漫游录受到遮侪人的支持，看到台湾2字一直出现伫英美的主流媒体，伊真正非常的欢喜。台湾漫游录是以1930年代台湾互日本统治做背景，描写由北到南沿纵贯铁路的各种台湾小姐。内底除了有办倒菜的文化元素，也用女性情感来比喻殖民者甲奉殖民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把世界引进台湾来，我想透过这样的这部书啊，我们可以看到，也许在多年以后会有另外一部书在写现在的台湾，跟你现在在写1930年代台湾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个带给我们很多的文艺的创作者很好的想法，因为土地就是一切文化的根源。行政院长表示讲，这本小说上重要的是，让世界看到台湾，这是鼓励台湾创作者的一个力量。杨双子也强调，希望这个力量会当延续，让台湾文学、台湾的文化产业更较健全，有更较完整的产业机制来保护，促成后一个杨双子，后一本台湾漫游录。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原民会推出平埔族群自乐活动计划，要来发展平埔的文化。今年邀请11个部落来台南的小人文化园区，展现因这几年拍拼的成果。
来自宜兰甘马兰用舞蹈跳出因对家己的自信，佮邀请民众斗阵加入体验祈福仪式。北部族群自乐活的计划成果展今年刷来台南举办，继续11个自乐展现因的文化复兴成果。譬如讲高雄高屏自乐对研究找找到早前是大用现有的实物落去做扫帚，花莲立项自乐是透过计划才真正理解因对倒未来。另外嘛得到绩优奖的也叫新的德签社自乐，甲高雄环山自乐60几个家族，把所有的那个系谱全部调查完整，然后我们透过那个量化跟词化的分析，然后才发现其实我们就是平埔族群在这个聚落里面，就是比例高达7、8成以上。我们去调查的这个一系列的扫把。所以，阮的这扫把的附赠，把迄个扫把的工艺个吹转来。原民会推测这项复振计划已经10年啊，因透过家族基脑的访谈，文物普查，一步一步甲族人考挖来。上大愿望就是甲自本的文化找倒转来，嘛传承落去。亲像眼前的地啊，互人料想袂到的是用金石丝落去做。面对机艺社团的危机，因嘛拼死保护这项文化资产。咱无网啊嘛，拢用金石丝做的，所以咱就是用金石丝落去做网啊，伫掠鱼啊。后来才落去做看菇。较早看菇，咱遐上顺行差不多有200几座。这些聚落从以前认为自己叫做平埔族，到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族，而很骄傲的跟大家讲自己的文化，而且能够传承下去，去办学生、孩子、部落里面的青年的一个传承啊！哈。计划主持人讲，因重视家己的族群，希望提出文化特色来得到社会肯定，嘛希望国家赶紧促进各族群的民族认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即摆时代愈来愈进步，国际上选美的比赛嘛袂阁限制年岁甲外表。2025年选出来法国小姐是一个34岁空服员，这嘛是有史以来上侪岁纪录。也若伫咧荷兰，去年嘛选出头一个下性别的荷兰小姐，不过因为引起真大的争议，主办单位宣布选美的活动永远停办，而且会转型做关注女性的平台。来自法属加勒比海马丁尼克岛的34岁空服员安吉丽克·安加尼·菲洛蓬，则是摕到法国小姐袖冠，争做历届年纪上大的参赛者。伊会当希望是因为今年规则改变，改到24岁的年龄限制。主办单位2年前也开放已经结婚、加做人母亲的女性参赛，标准日将多元开放。也毋过，就伫本届法国小姐决赛进前，荷兰小姐选美比赛是结束35年的历史。停办选美比赛决定部分来自最近几年发生的负面事件。去年变性人瑞奇科勒争做史上第1位跨性别荷兰小姐冠军。虽然赢得真侪呼声，也毋过也拄到大量受分批评，甚至死亡威胁。In my Instagram DM on daily now, I got those threats. It's like really heavy to read, but I can't put it off and just focus on the good thing. 荷兰小姐选美总监翻译指出，虽然袖冠甲吊带已经无符合时代价值，也毋过女性互助的精神是永远的。新的平台会努力地脱离追求完美外形压力，争做女性展现真实自我、真实生活的所在。公司新闻协会张秉义。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14度；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1度至20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今仔日下暉温度都会降低，提醒民众都要穿好少。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